返嚟節目時間，繼續係天主教報紙摘要嘅報導。睇下今個星期嘅社論。今次嘅社論呢係我們的長者。今個主日係聖母瑪利亞嘅雙親、耶穌嘅外祖父母聖若亞敬及聖亞納嘅紀念日。按教宗良14世嘅意願，每年嘅世界祖父母及長者日將會繼續於最近呢個嘅紀念日嘅主日慶祝。然而，有鑑於嚟自世界各地嘅教會團體嘅請求，教宗授權各國嘅主教團可因應牧民需要及各地嘅具體環境，另定該項慶典嘅日期。而香港教區考慮到每年嘅夏季，特別係7月到8月，係有唔少家庭趁住暑假外遊，為使更多公教家庭有機會同祖父母及長者一同參加呢個慶典。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決定，將今年嘅世界祖父母及長者日延遲至9月20號主日先至舉行。不論點樣慶祝都好，長者喺本地嘅人口佔咗重要嘅百分比，而長者面對嘅問題更係不容忽視。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嘅資料統計，喺2025年底，香港人口大約有750萬人，而65歲及以上嘅長者則有大約85萬人，佔總人口嘅11%。其中80歲或以上嘅長者，其中80歲嘅長其中80歲嘅長者係其中咧80歲嘅長者咧係頭先，唔好意思啊，頭先其中咧80歲嘅長者咧係佔大約17萬人。香港嘅長者咧普遍比較長壽嘅，而子女往往既置身於家庭及工作嘅緣故，無暇照顧雙親，有啲甚至係舉家移民㗎，留下作雙老在港，彼此只係依靠電話互通消息。呢啲長者會變得孤獨，好多時候仲要依靠老伴照顧日常起居同外出覆診。呢種以老護老嘅照顧方式衍生咗好多問題，特別係照顧者睇到言語或者健康情況欠佳，他其實自己亦需要別人嘅照顧。呢種情況當然唔理想，不論係生理或者精神方面，皆對照顧者及被照顧者造成沉重壓力。假如思想轉進牛角尖嘅時候，冇適時嘅求助，就會更導致自殺嘅悲劇。根據醫管局老人精神科嘅資料，本地長者嘅自殺率係各年齡組別最高嘅，每年10萬人有30個案例，係青少年自殺率嘅10倍。而香港每3個自殺者，其中1個就係長者。而長者自殺嘅總數亦都可能會隨住本地人口老化會逐年趨低均增。有關當局必須正視呢一個問題，而我哋每個人亦都可以嘗試由最基本嘅關懷與預防方面入手。如果你有定期探訪或者透過電話慰問長者，例如父母或者祖父母嘛，其實現時有唔少堂區設有關社組，定期上門探望獨居同有需要嘅長者，甚至組織外出活動，讓長者喺抑鬱情緒得以舒緩，減低其萌生自殺嘅念頭。我哋亦可以透過與義工分享信息，讓長者抒發憂悶嘅情緒，重新建立人際關係，重燃生命動力，安享晚年。而政府當局可以透過社區服務支援，提升長者喺晚年生活嘅質素同抗疫能力，減少生活嘅壓力同保持身心健康。教育方面，培養大眾孝道同建立倫理互助精神，同時加強大眾認識同埋關注精神健康。讓我哋就不如坐言起行，多啲關懷身邊嘅老友記。轉睇主教公署公告，
首先係任免令，由7月1號起生效嘅雷寶華神父將免任九龍馬頭圍聖母院堂區嘅助理主任司鐸，並將由其會方安排另有任用。另外，由9月1號起生效，楊博賢神父將會免任公教進行社中環嘅總店嘅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嘅主任司鐸，將其由會方安排另有任用。而張東波神父會出任聖母無玷之心小堂嘅主任司鐸。另外，黃君佑神父就會接替吳書成神父出任天主教香港教區輔祭聯會嘅神師，任期2年。另外，由9月15號起生效嘅陳守義神父會出任九龍塘聖德肋撒堂區嘅助理主任司鐸。跟住係短期任命，九龍油塘聖雅各伯堂區助理主任司鐸黃有剛神父喺主任司鐸馬偉良神父度假期間會出任該區嘅堂區處理主任司鐸。跟住係教區傳道員職務委員會，當然委員係陳永超副主教及莫正儀女士，而周書基亦都任命2年1任嘅委任委員，主席係蔡慧文副主教、關進堂神父，同埋負責其他人亦都係委任嘅委員。主日講道係天倫樂，尋得自保。呢度係今個星期嘅副刊。靈修選品今次係權威。人物專訪今次分享呢，就係一個傳道員朱容芳。喺左手邊嗰張相啦，呢個就係嗰個教友分享一個教友啦。而左手邊嗰個呢係溫神父，嚟自聖日大堂嘅堂區。最近有新聞就講失火啊，一個小型嘅失火喺嗰度暫停開放2個星期。另外，體驗共議同行，成為希望的傳聖者，嚟自荃灣嘅聖母領報堂嘅分享。綜藝 Artware 國際友誼日，信仰與聖樂今個星期咧喺呢度分享嘅。呢個就係國際友誼日啊！綜藝嘅 Artware， 聖堂人莊今次就特別參觀呢徐家匯天主堂，見證中國教會歷史嘅主教座堂分享。靈火讀書今次嚟自呢靈火運動嘅一位分享啊，係歐樂銀醫生寫嘅《浪花的微笑》啊，係一個全新彩圖版嘅書籍，喺17年11月出版，定價88蚊。明愛，愛是接納，如其所是最真實的你。公道自在今次就分享在鼠疫政策中看工人主體的剝削。這一代人分享今次就係愛在堂校流轉，恩情點滴於心嘅上輯。而不有限中彰顯的偉大，眾家之家，聖若望宗徒堂，聖像祝聖體咪祝聖禮。伉儷同行今次就係願作人間語，潤物細無聲，中年之類嘅感悟。今個星期天主教報紙集要去到呢度，宗教台嘅節目就喺度呢度廣播完畢。而要收睇足本版，請留意 LMAP 頻道。各位，節目時間夠，多謝收睇，拜拜。